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这里，这就是钻。钻就是用温啊火甲定的油变做水性，像咱常常讲钻油。另外，这个钻嘛有臭蛋乌白讲的意思，像讲我听你咧乌白钻。另外一个音是读做炸，这个意思就是用火药互物件崩开，像咱常常看到炸药、炸弹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炸，像咱讲油炸粿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钻油，也就是白油，一般咱常常看到就是钻猪油。第二个词油炸粿，真侪人爱食，就是甲强力粉的米粉掺发粉、盐，搅搅的摕去煎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因老母真无闲，透早就真够早，就起来钻猪油，刷落来，搁再为着囡仔做油炸粿，老母实在真伟大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钻，另外一个音读做炸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